現年22歲嘅靚模蔡永恩 Evelyn 喺舊年同樂隊 Mr 嘅鼓手阿 Tom 分咗手之後，男方嗰邊咧就火速踏上咗陽光妹何詩妍啦，終於轉個頭就奉子成婚添。雖然咧 Evelyn 就口口聲聲話自己其實有人追嘅，但係自從加入咗 Eason 新開設嘅音樂製作公司之後咧，感情就變得好低調啦，成日都影唔到佢同啲男仔一齊。莫非佢經已唔相信男人？日前下晝6點幾 ，Evelyn 戴住眼鏡自己一個人現身街頭，期間啊睇落佢個樣好似好悶悶不樂咁噃。嗱，之後佢又搭港鐵去咗尖沙咀啦，出咗閘冇耐咧，佢就同幾個朋友會合，然之後咧一行幾人就去咗食飯。到走嘅時候，機警嘅 Evelyn 竟然發現咗我拍緊佢仲夾埋幾位女仔，好抵死咁對住我哋鏡頭 say hi。哎呀，你唔好群咁多女仔啦，拍下拖傳下緋聞啊嘛。如果唔係，點樣 keep 人氣呢？跟住佢同埋啲朋友就去咗附近嘅時裝店睇衫，始終都係覺得 Evelyn 咧唔係好開心咁，苦口苦面，即使笑啊都只係強顏歡笑啫。其實使乜咁愁啊？香港大把鼓手啊，冇咗一個咪再搵個咯。